Hello，大家好，Uncle Sim 今日買咗一部人生第一部行 eSIM 嘅 iPhone，呢部就係 iPhone Air 啦。相信大家對 iPhone Air 嘅硬件同配置都唔會陌生。今日我就重點講一講同 eSIM 有關嘅一啲功能，特別係如果你想用港版 iPhone 攞返國內用嘅時候，要注意嘅地方。有關嘅資訊就會擺喺片尾，記得睇到最後啊！噔噔噔噔，呢一部就係 iPhone Air，我係喺香港嘅 Apple Store 買嘅。今次我選擇嘅顏色係 Light Gold 淺金，我覺得有少少似香檳金。事不宜遲，正式開箱。相信大家都知道 iPhone Air 係冇實體卡槽嘅，佢係純行 eSIM。另外佢只得一個 speaker，同埋相機鏡頭只得一個，所以佢嘅體積可以做到好薄。講真，手感真係好好。跟住落嚟，我就會 activate 呢一部 iPhone Air。有用喺 Apple 嘅朋友都知道 ，iPhone 嘅 activation process 同之前嘅版本大同小異，所以喺呢一度我會快鏡，直至到去到我哋見到 set up eSIM 嘅嗰個版面，我再同大家分享。當你見到定位服務呢個版面，我哋就開始要小心啦，因為下一個步驟就係 set up eSIM 嘅嗰個版面。到咗呢個設置 eSIM 嘅版面嘅時候，入邊有兩個選擇，第一個就將你附近 iPhone 嘅 eSIM 轉到呢一部電話上面，而另外一個就係 scan QR code。今日我就會用 scan QR code 呢一個形式去 activate 我啱啱新買嘅一張 eSIM。見到呢個畫面之後，就直接撳掃描二維碼，然後 scan 你之前已經買好咗嘅嗰個 eSIM。今次我想 activate 嘅係一張 Lucky SIM Lucky 2嘅 eSIM 版本，佢係一張漫遊數據卡，而且係一張連卡，入邊係包含咗中國、日本、韓國、台灣同澳門嘅漫遊數據，有30G，另外再加5G嘅香港數據。當你成功 scan 完個 QR code 之後，系統就會自動將你呢張 eSIM 寫入去你個 iPhone Air 嘅 eSIM chip 入邊噶啦。見到呢個版面就證明你張 eSIM 已經成功寫咗入去呢一部 iPhone Air 入邊噶啦，只需要你撳繼續同埋完成以下嘅 activation process。當你完成咗呢個 activation 之後，記得去設置，然之後去流動網絡呢一度，記得打開翻個漫遊數據嘅選項啊！如果唔係出到去張卡都係用唔到噶。我哋都可以喺流動網絡嘅呢一個位置檢查翻到底我哋最近加咗嘅嗰張 eSIM 嘅一啲 details， 亦都可以喺呢個位置將呢一張 eSIM 剷除，又或者新加另外一張 eSIM。如果你想加入另外一張 eSIM 落去呢部 iPhone Air 嗰度，你就可以撳加入。今次個版面同之前有一啲唔同，你會見到多兩個選項。第一個就係從 Android 轉移佢哋嘅 eSIM 去到呢一部 iPhone Air 嗰度，另外一個就係檢視旅遊嘅選項。喺檢視旅遊選項呢一度，只要你撳入去，你就可以揾到全世界提供 eSIM 漫遊數據嘅網絡營運商。你亦都可以提前準備好你嘅 eSIM，避免一落飛機就冇 data。喺呢度值得一提嘅係，喺香港 Apple 嘅官方網站顯示，香港版本嘅 iPhone Air 係可以儲存10張 eSIM 嘅，而同時間可以使用嘅呢就有2張。換句說話講，香港版本嘅 iPhone Air 係可以有雙卡雙待。另外佢仲可以額外儲存多8張 eSIM 喺個電話入邊。最後同大家分享一個小貼士，喺香港買嘅 iPhone Air， 即係港版 iPhone Air， 係唔能夠申請國內嘅 eSIM 噶。如果你有任何疑問，你亦都可以查詢翻國內嘅3大營運商。好啦，今日我嘅分享到呢度，歡迎留低任何 comment， 下次見，拜。